目前伫咧社群顶头呢，有不少大学生以个人名义发起收罢免的联署书，也有学生自发性伫咧校园附近或者是学校内面的摆摊进行罢免行动。有人认为讲这罢免联署是政治活动，政治袂当入去校园。不过也是有人认为讲这大学生已经有投票权啊，也有这罢免的权利，无牵涉到诽谤，这就是言论自由的表现。伫台大校园面册被台发文讲，愿意到3工所一花莲第2阶段罢免立委布坤基联署书。台大黄同学互网友攻击，要民众卡起下班来施加压力，在伊伫民团甲民进党立委陪伴伊开记者会。作为花莲选民，我个人很单纯的就是希望可以在学校去好好的支持行动，但没有想到会被抹黑跟攻击。伫政大有学生伫图书馆头前的所在提供立委罢免的联署单，两派人马伫社群平台争论。也来伫台北大学、中山大学、东吴大学甲台师大，要学生自发进行罢免行动。台师大今仔为同学这2天是点点伫学校附近收罢免联署单。考虑的非常多，所以也不是具有侵犯性，然后也没有任何的那种行政资源可言，是自主的。不要让公权力的政治介入，但是学生自己要有什么政治是没有问题。政大学生的大罢免行动，互学校以无事先申请，而且依照教育基本法的规定，教育应该本中立原则，学校袂使为特定政治团体来做宣传，也是活动。同学袂使为单一政党宣传，也是反宣传活动来剔除。政大社会学系教授黄和平请教校内校外法律学者指出，学校内底有袂少宗教性的社团伫宣传各自的宗教，是不是也违反教育基本法的规定？学校觉得宗教不敏感了，政治就很敏感了。罢免不同政党的活动都在学校里面可以活动，他们就很害怕。中山大学有学生家己伫学校内底设置联署站，文宣互学校来拆掉，学生会长谴责。校长李志平回应讲，大学生有投票权，也有罢免权，一边卖牵涉侮辱甲中伤，拢是政治言论的自由表现。本大法律系教授彭元基指出，教育基本法第6条规范的是学校，也老师学生的言论甲行为立场，依然受宪法言论自由保障。学校爱中立对待任何立场的学生，都有言论自由的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